两个人，一个尴尬啊半脚了，我会晓创啥物？阿某到底是爱互对方幸福，我唔是，我是家己互你的麻烦尔。那你讲阿某小欠债，我也袂怪。我本来想讲你这个倒倒会当认真拍拼做代志，想要甲歹习惯，阁袂改。哎呦，阿喜啊，无代无志，你是靠什么下啦？我当初嘛是要安尼想啦，也不过阿喜哦，强台是我台，是我台啦。你后白讲，你根本就无杀伊啊！我唔知啊，当初伊倒啊扭来扭去，我拄你巴肚底去，你讲唔是我台，无是啥物台的啦。那安尼你就爱紧去自首啊！无咯，要自首，我也无确定讲伊是我杀的啦。阿爸，假使讲若是安尼，你搁较袂愿走啊？你应该去警察局，甲警方讲好清楚，安尼警方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啊！我无爱啦，我最后出家的时阵哦，我动手抓过啊，我一世人哦，我无爱去讲伊代理啊，无爱去你啊。啊，毋过迄个路径，若真正是你杀的，就算讲你走偌远，警察嘛是会去甲你抓转来。别啦，迄个凶器哦，碰见你啊！小个凶器哦，叫我来找无哦，伊绝对无在甲咱治罪啦。准是，你讲迄对唔对？是啦，我意思是讲吼，这凶杀案本来就要警方去调查啦。既然迄一案嘛无法度确定讲人是毋是伊杀的，因仔就讲主动去投案啦。警方对因有嫌疑，自然会调去审问啦。阿喜啊，你转来阮母我叫我真欢喜。也毋过，你即马不但会搬，阁会杀人，你是互阮最失望的。阿春啊，我知影，互你足失望的，所以我要离开的进前哦，因母仔囝的生活，我会先甲你安排好势啦。你连家己都拢无法度过啊，阁有啥物资格安排别人的生活？庆兰，以后你爱定爱嫁，你嫁迄个囝婿。那呀，以后恁老母唔着做好，若无哦，恁老母会过来足艰苦的啦。所以我安尼想来想去哦，我是讲要替你找一个较好的囝婿，较有名望的，较有地位的，安尼以后哦，恁母仔囝才会过了较幸福。你到底想要讲啥？俊生哦，伊对你较是是真好啦。我想讲你会当嫁予伊哦，以后哦。恁母仔囝吼，就有人照顾，安尼我就免烦恼啊。虽然你是我的阿爸，但不过你嘛无资格决定我的婚事啊。这你莫怪恁阿爸啦，你若要怪，你就怪我啦。其实我嘛无歹意，我只是知影讲我爱你，我有自信，我会互你幸福，互你厝内面的人幸福，所以我毋才会大主大意，甲恁阿爸提起这件代志。我唔答应。你听我讲嘛！你莫搁再讲啊！俊生，我承认你是一个真优秀的人，我嘛真感谢你，将你照顾我的阿爸甲阿母，咱两个的感情的问题是另外一回事，这件代志我无可能答应。难。婷兰啊，为着你老母哦，我拜托你啦！阿爸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阿爸哦，将来落摆的要求怪别人哦。为着你母囝的幸福，你无替你家己想，你嘛替你老母想。阿爸拜托你，阿爸这个无路用人，甲你恳求，你若唔答应我规日我老唔爬起来啊！阿母。死阿喜啊！实在有够无良心的啦，甲咪下弄壁，竟然拢无探头来甲咪看卖的。哦，好你家在啦，好你家在我会晓落跑啦。若无哦，这些病的医药费请起来毋爱偌济咧。哦，安尼哦，一声总嘛就破产去安尼。好，死啊死啊！你着莫互恁祖妈挡着，恁祖妈若甲挡着哦，着你赔个骨治你哦，你青笑啊青笑。哎呦，阿喜啊，紧起来啦！
唔啦，起来若无答应我无爱起来。你到死世面头前遐跪，下死下静，有啥物代志吼，起来遐讲啦。无啊，我无爱起来。阿爸，你安尼敢袂受过离谱？好啦，你若是爱跪吼，你就一直踮遮跪啊。阿母，咱来等。等。哎呀，你啊先创啊，等我去收起来。我知，我是一个无路用的人。我安怎讲，都无人会插我，连我的查某囝都看不起我。我活这世间哪有啥物路用？啊，不如死之前甲归我。你莫安尼啦，你莫冲动啦。你这代志吼，是因为我所引起的啦。我嘛唔知我代志会变到安尼。你先甲大我收起来啦。只要会当互代志圆满解决，我甲kend人分输，莫勉强啦。不会，我答应你代志哦，我一定会做甲到。阿春啊，我这世人欠你太济，我后世人哦，我会全部害你啦！哎呀，我死啦！哎呀，太恐怖啦！他今日你咁样叫，咱真紧看你哪边死到是好真正啦！你别叫伊啦，我无记啦，我无路用啦！你别好啦！我答应，我答应啊！来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做互你看，互你知影我是一个上适合的翁婿。我想要去处理迄只代志吼。阿母。你哪会这？真意外心，安怎？要搁走路啊？嘿，真奇怪呢！迄逐摆要走路拢无相通知的。啊？你也知我要走路？我有听人伫讲，讲你母一出真大出的。你互我一个保障哦。啊，若无吼，我若甲警方讲，你着讲掠关一摆。你即摆是要恐吓我是无？我迄也毋是讲恐吓大汉的。你若要伤计小，我导你歹看。啊，气票真好安怎？为早条甲恁做嘛安怎啊？你哦，拄了会晓跋叫你个老啥？你还去讲厝啊？我导你无命！啊，敢有影？我根本就无咧惊你啦，你哦就是傲人无胆啦。我咧讲哦，钱紧甲要丢出来，啊若无哈，那无你是安怎？我着来去吼，甲恁查某囝讲，叫伊千万袂用叫俊声破坏因的婚事。你爱钱是？10万你有够？安尼我就10万给你。你真是无死啊！不是，你别动，这小怎么没有死？你已经敌我20几年啊，我真烦啊！你甲认真的啦。阿姨啊，人拄好是你甲伊讲顺笑，我唔知你真是会掠讲。真自悔，你嘛算我是捌见过世面的。我希望你会当了解啦，饭你会当加食寡，话是袂当我袂讲的。也若无喜食，若搁掠讲，会发生啥物代志，我是唔敢保证。来啦，我只有淡薄仔钱，算我是甲你缀惊啦。希望吼你较识时务咧，紧离开遮啦。好啦好啦，啊这要我缀惊哦，啊这唔着我做所费。李姐啊，这个你受较冲动啊！我唔知啊，我心头乱乱，我嘛唔知我在创啥物啊。既然客人吼已经答应要嫁我，这位讲吼，你着先找一个所在去漂亮。我知影。等我甲客人结婚了后，我再安排你去一个较安全的所在。李姐啊，这几工你是爱我较注意，唔通我出啥物差错。好，我知影。哎，是律师，欢迎你加入咱事务所的律师团。以后业务来看恁这少年后，所长，你客气，
也希望校长以后多多提拔，唔通客气。像你这种拄毕业哦，就考虑律师执照的人真少，可见你的条件一定袂歹。你若好好拍拼，你的前途无量哦。校长，我一定尽心尽力来拍拼。哎，若有什么代志，你才找陈秘书。你好。哎，陈秘书，是，带施律师去办公室。请。黄淑小姐，啊，借问者，带遮这个患者呢？出院啊？出院啊？是啊，啊因查某囝甲当属对因后生要订婚啊。对啊，病的人拢嘛知影，你唔知哦？阿姨嘛，你哪？欢迎欢迎。阿姨嘛，有一件代志我到即嘛呢，还阁未了解。顶一遍伫学校门口口的时阵，为什么庆兰会来拒绝准生来？啊，你今日带庆兰要定亲，你敢有参详好势啊？哎呀，等你哪日先讲啦。他说讲，因若无参详好势，今仔日要来咱斗对无？等你安尼先甲问，嘿，敢讲庆兰这新妇你无介意哦？我当然是有介意啦。啊，只不过是讲吼，启动的意思是讲，无通知亲戚朋友无要紧啦。哎，啊奈无看到阿喜啊？妈，啊，喜姐吼，今日拄临时有代志啦。其实天台伊答应要嫁我，这嘛是喜姐的安排，你知嘛？对无？你若安尼就好啦。最先啊，阿爸知影讲你甲面良两个人呢，拢是介意庆兰。啊，今庆兰会来选择你呢，阿爸替你真欢喜。庆兰，啊，既然你都要答应嫁互阮俊生啊，算起来咱就是一家人啊。咱妈家的事业真济啦，以后嘛是拢交恁这少年去管理啊。啊，无我看好啦，你就先缀恁秀华阿哥去管理大病院啦。阿嫂，你的想法跟我同款呢。庆兰吼，伊是学这个企业管理的。他说讲，伊若是会当来病院甲我斗相共啊。哎呦，我唔知要加偌轻松哦。哎，计时间呢，咱各讲话煞袂去正经代志。俊生啊，手机摕出来，紧甲庆兰歌。庆兰，庆兰啊，快紧起来。你是来答应甲俊生订婚？进来，手指喊伊，进来啦！手指喊伊啦，进来啦！庆兰，来了，庆兰，亮亮，你来了真拄好啦。我本来想讲吼，等我结婚的时阵才要甲你通知啦。但如果你既然就来啊，互你实在讲同意。我唔相信，这不是事实，恁骗我！你知吗？你甲我讲，你拢咧骗我对无？这不是事实对无？你太冷静了。我知影，一定是恁逼庆兰甲俊生订婚的对无？我跟你讲，只要我伫这，我无可能互伊订婚的。庆兰，叫咱来走，走！你来先冲起来！你亮亮，咱自细汉到恁大，又果是我的孙子，本来你做啥物代志我拢袂甲你计较。要我庆兰即摆跟国外订婚手指啊，你实在是我未婚妻呢。你今日若敢对这个出丑，我有对你无客气。我跟你讲，庆兰爱我，我嘛爱庆兰。我这理由甲你定，想赶快出来走，不要紧，我咪讲不要紧。你哪里是什么体统呢？哈？
都是家己人，吵吵闹闹，闹外人知影要笑是笑。明亮啊，当你唔着想看卖啊？今仔日让我做你订婚，阮准先走去甲你请新娘，啊，你心肝内感想啥款？我，天啊！你甲因讲，你根本就无想要甲准先订婚对无？那安尼真好，天然，今嘛有需要你家己来表表。你甲我讲，你若是自愿选择准生的，今这订婚算还有效；你若不是自愿的，你就到明龙用出去。马先生，你安尼讲，你竟然是一种侮辱，你知无？啊，迄阵，我了解你即摆心情，让我想看觅，这个时阵，这个情形之下，若我竟然家己来表白的，敢讲你有较好的办法？明龙，你也是一个明明理的人，我相信你无异议也对。我本来今仔日是要记来你讲，我今仔日开始就要倒律师事务所上班了。想袂到会拄到你订婚，我真正唔相信。囡仔，你甲因讲你爱的人是我，唔是准先紧的，你紧讲啊！天安，你讲，到底你是选择什么人？你莫逼我，你莫逼我好不好？我袂逼你，咱即摆就来走，行。袂，明亮，我袂用甲你走，请你原谅我，我袂用甲你走的啦。你这样讲是？不过你真正选择准先。明亮，过去的种种，你着甲当作是一场梦就好。我无法度，我对你的永远就袂改变的。咱们差人安怎讲？咱来走，行，行。好啦，明亮，现在这物件我真清楚啊，你哪阁这么烦啊？你若过来无理取闹，我是要甲你告出去哦。明亮啊，你就是律师呢，你来这么无理性哦？竟然已经表表到这么清楚啊！不过你情况阁无明白是？我唔相信，我真正唔相信。明亮啊，这代志都已经安尼啊，你莫阁闹落去好不？已经，我来你嘛赞成。既然已经安尼啊，我嘛无话讲。竟然，想袂到你较早对我讲的拢是假的。你敢知影？你今日安尼做对我是一种伤害，你知无？迄就敢一支刀插我心脏共款。你敢知影我痛？小弟啊，书记啊，真歹势啦！啊，我要来吼，无事先甲你通知，请你唔通见怪。啊，即摆明亮吼，要开始一段新的人生，伊上需要的，就是亲人甲朋友的鼓励啦。所以我专门走这逝，要来甲庆祝的。你请坐啦。你是明亮的老爸，你安尼做是无对。也毋过，我已经甲秀霞保证过啊，无要搁甲你受交叉。书记啊，我会当了解你的心情，我嘛尊重你的决定。不过今仔日无共款啊，明亮有新的开始，咱嘛是共款，要坚强活落去，敢是？咱明亮律师事务所若上班较稳定，我嘛想要来找一个头路，重新开始。